你那么在弄啥不？还是说花花啦？你在弄啥不的？我把那怪比，黑妈咪怪比是叫么家夫郎哦？啊，你在市民苦瓜，黑地卡掉咯？市民比阿克玛个嘛怪呢？一节路卡提嘛抓咯？过怪呢？我把那怪地卡掉咯？黑比我把那怪呢？咋都花是只来考虑哇？过怪就一年完呢？做配个了，提入比提入咋都个啥里或是掉过了？天天抓的我把那怪。那都做掉了，我把那个那点嘛的黑手里呢，木瓜鸡丝那次花个家咯，姑妈里边黑那都做了挺爱米，我把那个里那次花个家咯，天天吃烂眼，黑里我没我把那个那点嘛关呢，还去家嘛问呢，我比提话点多一来比。别咯，我把那关爱米拿来比别咯。古里天天提话点的，我把那关呢，我一节嘛专门木瓜点嘛可比别咯，一点嘛一节瓜点那么不个，还得回家咯。古里边爱米，我把那瓜点嘛关呢，阿去家嘛问呢，还呢点嘛可。古里呢还比，我把那瓜问呢，天天提话点嘛家嘛问呢，天天提话点那么不个，点个hin花那么家咯。古天我只瓜嘛，路卡扎提嘛的木了，还呢我只瓜，我把那瓜呢一节瓜点是，嘎嘎就吃提里提路点个个咯。那克罗加是不，你那么一阵咋不得呀？去沙漠啊，还是说花花的呀？